观音桥步行街的小脑壳烧烤，招牌可爱，烤品却很凶残，是补脑子的好去处。我那个品牌是注册了的，小时候的小名嘛，外哈。这位大哥是小脑壳烧烤的老板刘哥。小脑壳有大智慧，重庆最早烤脑花的就是他。发明出来那个烤脑花过后，那些人都看到很好奇，脑花啷个烤的？他都来吃，到底是啷个味儿？跟火锅有啥子区别？凌晨的菜市场是一个城市最精彩的场所，也是购买新鲜猪脑的唯一去处。冻过的脑花是散的，不成形，太腥气，入不了刘哥的法眼。刘哥买脑花必须亲自观看汉尼拔们取脑花的全过程，这道不能马虎的程序为烤脑花平添了一种仪式感。刘哥的店是传统作坊，讲究逐个去膜，清洗干净。小碗里垫上大葱和洋葱去腥，藕片上面放进脑花，再加上20多种配料，麻辣鲜香，让猪脑花更加过瘾。我以前不敢尝试，然后我同学说很好吃，告好嘛，然后我就说哎告一下嘛，然后我一试，觉得确实还可以。差不多和豆腐脑一样，差不多就完了。